Hello，你好，我係中原地產李溝珍小姐，而家同大家睇下咧就關於一個極高層嘅單位，係兩房單位嚟嘅，咁啊非常之海洋景觀嘅，即係睇單位嘅間隔先啦。客飯廳係長形設計嘅客飯廳，外連露台望出去係後海灣嘅景觀，相當開揚嘅。咁我哋再入去房間望下，呢間係主人房，咁啊特高樓底嘅。望出去呢，就係元朗市景、曼哈頓記加埋後海灣景觀嘅。另外一間睡房係啦，咁啊非常高樓底啦，因為呢間係50樓嚟嘅。客廳呢度我哋再入去洗手間望下，洗手間係名廁嚟嘅，廁所有窗，原裝嘅交樓標準。另外就係廚房啦，廚房出邊有工作平台，單位有鎖匙，歡迎隨時聯絡我睇樓啊！